小近段消息，来看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寄出到20万的扛棒的补助，只要立委的参选人设置甲侯友宜的联合竞选的扛棒，到20万块的补助。立委王凤仪来证实有收到消息，目前正在筹备当中。也毋过，另外一个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就来透露讲，短期内并无挂扛棒的需求。侯友宜是讲。 有真侪立委打来会陆续来合挂这个扛棒，嘛会推出着更较侪的文宣。侯友宜讲，伊会甲所有的立委做伙努力来拍赢这场的选战。 咱日透早党内市政会议，市政宣布行程甜满满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进前特别安排时间参家仔做伙翕定妆的相片。后办嘛提出着鼓励措施，只要设置总统立委的联合竞选看板，都会当申请20万的补助，积极来求申请。现在正在筹备挂看板，我会把那个侯友宜的这个合照挂上去。那挂上去之后，我才会来申请这个补助。参政一天。 第二无申请经回归话无共款，王凤仪用行动支持家母展现团结的气势。不过，当局立委陈玉珍就透露，第二无合挂看板的需求，鼓励成效可能就爱个观察。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立委都会合挂看板，更重要的不是合挂看板，我们会推出更多不一样的文宣，跟所有的立法委员。 大家一起努力的团结在一起，打一场胜仗。同一个时间，后办嘛发布侯友宜竞选的识别系统，用深蓝色粗乌字体2024作为竞选的 logo， 更加画出2024政党轮替，台湾个出发。 安居乐业三大目标的考核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我们想要推出一个有别于以往的 logo。那当然，我们有请好朋友来帮忙。那至于这个设计师的部分，适当时机会在对外公布，跟大家说明。设计理念成保密，严格后续将会推出衫、帽啊、手机啊、背景相片等等的竞选小物来争取支持。何志控侯友宜会当继续好好做代志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